喜哦，伫这新春的时阵，咱来当备办咱的心来敬拜主，请奏乐。听到无假，怨愤歹，
亲近好，疼兄弟着三亲爱，敬重人着三推尊。论温群毋通贫惰，论心志着热热，论主着服侍。伫愿望着欢喜，伫患难着吞忍，伫祈祷着常常。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主圣诗435首，打咱大家来吟诗。咱要吟第1节到第4节，435首，请起立。咱由原徛地，请用主的祈祷文来三甲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人亲像天人。阮的日食今仔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辜阮的人，无伫错案入得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7篇，启应文第17篇，也是诗篇第65篇。我来启，恁来应。上帝啊，恁着伫锡安称赞你，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你。罪压倒我，毋顾阮的过失。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欢呼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真有利。
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种植五谷，你管压田园，收平土地。如到夜的雨水，互土木软软。一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为油得地，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地。山头用欢喜做大厦，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一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咱额头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的宝贝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新春的第一日，阮南门教会众兄弟姊妹全家大细，阮用火热的心，阮用渴望的心，阮带上阮满满的感谢来到圣殿朝见主。阮恳求主来接纳阮。阮知影过去的一年，检测阮身躯欠安，但是你医治阮；检测阮心内忧闷，你安慰阮；检测阮失志、信心倒退，但是你甲阮三甲伫地。特别你差派各种的小天使来陪伴阮，互阮伫即个各种的日子、恶担当的日子，会当继续来过日子，来成长。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阮恳求主时时甲阮伫地。今年是南门教会设教70周年的时，阮有要各种的活动，阮经有第1月的灵修会，搁来有2月、3月的灵修会，以及各种的庆祝，也阮的纪念册，阮恳求主安排，阮一系列的庆祝，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特别，阮众兄弟姊妹会当热心来参与；特别，阮献上阮的心来祈祷伫主，倚靠伫主，互阮南门教会的教士，阮会当继续用即个阮周围的社区来传福音，用阮周围的兄弟姊妹、亲人朋友来传福音，将你主赏赐互阮的福气，阮会当分享互别人。阮恳求主。搁一摆，伫即个新春青社礼拜中来献上阮的感谢，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学老，咱要请南门教会幼稚的诗班来吟诗学老主。
但愿因光归伫上帝，一切恶乐直到万世。咱真多谢有志诗班真好听的诗歌来带咱敬拜主。即时，咱三甲做伙来看上帝的话，是记载伫出埃及记23章14节到17节。出埃及记23章14节。一年3摆，你着守节服侍我。阿比月，你出埃及，到定着的期，着守除酵节。7日久。也无干饼，照我所吩咐的，条件我的人毋通空手。搁有收割的节，就是你伫田里栽种，对稻苗得到起头色的土产；搁有收垦的节，就是年尾恁收垦对田里稻苗所得到的，一年3摆。你一切的查甫丁，着到主耶和华的面前。以上讲道守节，咱将时间交予丁牧师。咱做同心来感谢，是阮听人的主。愿知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的上帝。伫你时间对你无意义。若是对阮有限的人，视力有限的，对阮的意义真大。亲像阮所吟的诗歌，当阮伫世间的日子一天一天咧经过，有一天忽然间回头看，祝阮满心感触。什么时阵阮才咧做细囝？1万年久，就已经变老人。阮也感触一代过了又一代。上帝，你做阮永远徛起的所在。自伫旧年，阮有一寡信仰的前辈受上帝警调，因已经行入伫历史。总是对阮来讲，新的一年摆伫阮头前，亲像诗歌所讲：何妨性命无定着，时间对阮亲像贼伫暗暝咧对阮。主啊，阮每一天的日子咧经过，伫无意识的中间，若是阮伫过年去回头去看这日子，心内就满出来感谢。迄个中间有偌济上帝你暗暗的保守甲看顾，阮经过日子有偌济是你差遣阮周围的人伫遐来替阮守护阮。安慰阮、鼓励阮、扶持阮，祝阮今仔日行到新的一年，阮感谢你伫昨暗伫花莲传统上，阮的家庭伫遐，大家团圆围炉，大家来数算一年内底得到上帝的恩典，来过新年。今仔日正月初1，上帝你的百姓。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上帝的家，阮犹原要团圆伫上帝你的疼痛的内底。你将即阵做伙同行天路的同伴安排伫阮周围，阮敢若属灵的家大大小小，阮做伙面对侪侪挑战，有欢喜，有目屎，有彼此的提醒，有彼此的警醒。主，阮恳求你，互阮珍惜即个神圣团结的生活，也互阮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来到上帝圣殿敬拜、朝见上帝。上时也甲所听属灵的家的亲人，大家做伙伫遐来请安，做伙伫迄个所在来恳求上帝继续的扶持。主头前的道路，阮看袂见，明仔载拄着什么事？阮拢毋知，总是亲像诗歌所甲阮讲的，阮敢若知影，明仔载犹原也是伫上帝你的掌管，伫你的主权的内底。如果拄着挑战、试炼，
求你赏赐教业气力，互阮会通赢过。如果拄着伤心艰苦，求你互阮知影，伫即个世间，阮不过是架脚的。有一天，阮到迄个永远的厝，到迄个永远的地时，就无过有目屎，无过有死息，无过有病痛。主啊，阮恳求你扶持祝福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也祝福伫上帝名你所设立的教会。阮三甲伫遮咧经营阮的人生，因为彼此的存在，也因为上帝你的恩典，阮哪行气力哪加添，阮恩上加恩，阮要到上帝你即个永远的迦南地来朝见你的面。愿你听阮的祈祷，互阮伫你的面前来思考即个过年对阮的意义。同心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先甲大家恭喜新年！毋知咱大家感觉安那？对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敢若过年的气氛愈来愈少啦。可能以前我伫较庄较大汉吼，所以感觉要过年前就开始足热烈的，耳孔听到的啦吼，也是目睭看到的，拢感觉年底要到即几天我有出外口行，当然外口咱街仔路，逐个咧采买年货嘛，有小可呢，敢若足热烈的款。到今仔日我台北就变做空城吼。主要我咧想迄个气氛，包括咱看见、咱听见。台北市减一项代志，就是大春联啦。伫庄脚的时阵，咱朝家家户户吼，搭甲红旗旗用起来，感觉足新、足热烈的吼。所以咱来看见有足侪个春联吼，即摆拢是兔仔年，拢用兔来做一个代表，拢用吉祥话前途似锦，然后前途大家拢出迄个音望新的一年我好运连连。即个春联有时甲读起来也真趣味。总是若是即个兔仔年的春联内底，我伫网络上看到即个不只有意思吼。伊讲虎年过去啦吼，东风放虎归山去，明月探春引兔来吼。今年迄虎年过去即摆兔年来，所以后一句佫讲，今仔日玉兔呈祥，家家乐。明年就是金龙啦吼，刺牛虎兔龙对吼，龙年吼，金龙就在期待明年步步高吼。这拢是甲关系咱12生肖有关系。我对这方面无真有观念。有一寡人真有观念。你生肖是几年，伊就知影你几岁我较不要算这啦吼，反正12年你若论过第几届，今年兔年应该就是12岁、24岁、36岁安尼咧算的。基督徒对春联较无遐尼咧注重迄种12生肖吼。基督徒的春联有个人字嘛写甲真水吼。后摆咱写想法来，冠冕传说旧岁恩，子由滴满来时路。求主怜悯即个土地，愿上帝恩待阮。这字拢真水吼。这甲生肖较无关系，兔年、龙年吼。这嘛是一真好的迄落吼。尽美好宽地阔吼，得牛奶与蜜腹。这个因信使无变有，知爱长阔高深，袂歹吼。这字拢真水吼。咱也有人将来呢，其实人写这春联真水的春联。台湾人哪会去搭春联？这嘛感觉真趣味。我感觉甲出埃及记有关系无？头先咱所读的圣经，看来咱来讲到这项代志。我本来想讲，咱讲过节、过新年、所以我用中文甲读起来变作有点怪怪的吼。咱讲过节，就是讲这个人甲迄个人无啥好势，敢毋是？有一点过节，他们两个有一点过节所以袂使用过节敢若过不去迄种的感觉总是圣经写是修节，过就是我要过，我过
是我会通主观意识，总是守，守就是遵守，就是律法。你爱守节，这个节你一定爱过，毋是你爱无爱，你爱去过节、守节吼。所以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就是伫出埃及记。其实咱也看旧约的内底，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伊的百姓讲：你三个重要的节日，你一定爱守。守就是你一定爱过啦，你一定爱遵守这个过节的条例，安尼去节。一年3摆，你着守节来服侍我。今日咱所读阿比月，这是犹太的吼，犹太的因为因的业力，你出埃及迄一个月。到定第二期，你着守度假节。其实度假节你若甲读起来，你知度假节甲半过节两个是连做伙。你先度假，然后才过半过节。看来咱会讲到这。啊，你伫度假节的中间，你即个节7天呢，你袂当食发酵过的饼，你爱食无酵饼，然后进入到半过节吼。啊，照我所吩咐啊，所以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因咧守旧约，因一年3摆，这3个节，哪有可能因拢爱倒转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上帝来守节？其他2个节是收割的节，收割节，啊，搁一个节叫做收垦的节，吼。所以这3个节真重要，一个就是度假节、甲半过节做伙，收割的节，啊，甲收垦的节，守节来服侍。伫即个节期真重要，就是你爱会记你上帝啦吼，来记你上帝，一年3摆来服侍我。总是足趣味。如果咱来读圣经的时，你会发现旧约的律法规定安尼，伫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甲伊变做稳定的记号。所以旧约的节、度假节、半过节，伫今仔日。咱咧守的就是耶稣的受难甲过活节，所以这也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节日。耶稣伫半过节受台、受钉死伫十字架顶，迄个受难节、过活节就是咱的半过节。咱讲收垦收种的收获节啊，这就是今仔日咱的五旬节，也是咱对这个五旬就是50天嘛吼，对过活节开始算起7个礼拜。过落迄个就是圣神降临节，你收获了上帝给伊一个新的意义。旧约是你咧感谢讲，我今仔日啊头水色的果子，即个五穀都有通收倒来啃，啊我满心感谢，敢若咱即摆咧过感恩节共款。总是即个收获节，即个五旬节，对基督徒来讲，上帝赏赐圣神。互圣神降临伫咱的内底，互咱生命更较丰富，这是咱的收获节。收垦节咱较无咧纪念，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祝棚节啦。以色列人因咧纪念讲啊，咱伫旷野伫迄个所在流浪的时，啊，住伫迄布片内底，啊，定定爱搬刷，因咧纪念伫旷野的时，上帝安怎照顾因。啊！伫迄个流浪的中间，来照顾因的即个生活各方面。守节有即个节，互咱感觉一年袂讲逐工拢共款。哦，咱即马啊有元宵啦，等遮的，互咱会感觉讲，日子是安尼咧过。啊，有即个节期，咱会通纪念感恩。国家嘛有足侪节期，咱的家庭嘛有一寡咱家己个人家族的即个纪念感恩的日子，当然伫守节的中间，大部分拢是欢乐庆祝啦，吼啊！伫国庆日啊，还是即个较重要的节日啊。另外，咱嘛是趁着即个农业社会时代，差不多敢若即个过年的时阵，才会通休困遐久，会通伫遐甲村的人逐个团圆，有即个意义伫咧。犹太人有3节，华人嘛有3节，较重要吼。所以，咱大部分除了讲固定的，咱伫即个农历咧过，拢是农历的啊。即个过年了，过15天就是有元宵啊，吼，过年甲元宵啊，肉粽节啊，端午节，1月、5月啊，甲8月中秋节，这是咱的3大节日。常常咧想的就是，
毋知有人会通倒查看卖，花莲大春莲迄个传统是为倒位来？大春莲其实甲犹太人咧过盘过节真共。咱来看度假节，接续落去盘过节出来第12章，迄个时阵因还伫埃及咧做奴隶。耶和华伫埃及地，伊就甲摩西、甲亚伦甲因讲：即个月我要带恁出埃及，所以即个月就做恁的正月，做恁年的头一个月。所以因的正月甲咱无共然后你就吩咐以色列的全会众，甲因交代讲，伫即个度假节本月初10，恁逐个家族照老爸的家一条迄条。取一只羊一家爱一只，恁的羊就特别爱去敬过，是无下事的。还未满岁的羊公较细只的羊恁就对绵油、山油中间处理拢会使。恁就留即只羊所以伫前几工都爱准备好势，羊准备好势，到本月14黄昏的时。要抬羊后，迄个固定的时间，以色列全会的证人就抬迄只羊然后甲迄个羊的血取淡薄的血，抹伫只羊迄间厝双边的门徛甲门埋，就是咱即马咧大春莲的所在。你用迄个羊的血伫迄个所在来甲画继续讲，这就是。耶和华的盘过节盘过节台语我全用即个盘啦逾越节，因为迄暝伫迄暗有一个大代志要发生，我要骗行埃及地。上帝讲，我要伫埃及地施行审判，我要拍死埃及地一切头上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精生，我也要审判埃及一切上帝。埃及人是多神崇拜。因有足侪即个什么款的神，咱今仔去埃及看拢有足侪只无共款的神明，伊要审判埃及一切只偶像。伊讲我就是耶和华，然后伫即个血，伫恁所徛起的厝，要做恁的记号。我要变示讲，我来到埃及地，即家伙是属伫上帝选民，是属伫要得救的人，也是即个是埃及人的厝。用血做纪念，我一个看见这个血，就要对恁盘去，我就 pass over 过去，我就是盘过这个节，我无将审判、将死亡带到这家伙来。当我拍埃及地时，灾厄就未到伫恁来灭恁，所以恁就用这日做纪念，守伊做耶和华的节，恁就代代守这个节做永远的日。到今仔日以色列人。也咧过盘过节，对咱来讲，咱咧过耶稣的受难甲过活节。然后摩西就叫以色列众百姓来甲因讲，上帝安尼吩咐，恁逐人就照家口取羊抬伊来过盘过节。恁就摕一把的牛膝草，然后你抬羊迄个血，运迄盘内的血。用遐个血抹伫门徛甲双边的门徛，恁无论什么人，迄暗毋通对你伊的厝出门，直到明仔早起，因为耶和华要骗行拍死埃及人，总是当伊看见血伫即个门埋甲双边的门徛，耶和华就要搬过迄个门，毋准灭性命的入恁的厝。来拍死恁，所以这个事，恁就守伊，做恁甲恁子孙永远的日。离开埃及，我要带恁离开遐。最后10个新历，最后一个上恐怖、拍死头上生的精神甲人，我要带恁离开这个罪恶，互人管制、做奴隶的地。我要带恁进入到迦南地以前。出埃及，表明恁要弃旧换新，为一个新的身份，无搁做罪的奴隶。所以有时咧想讲，咱这花莲咧大春莲
甲这敢有甚物款的关联吼？那对研究历史遮的人，也许这会通做一个论文的题目。你有养的血，就是迄暗你得到救的记号。所以旧约，咱讲旧约就是新约的预表。伫这旧约的中间，主耶稣一出来传福音的时阵，行色的约翰对耶稣的介绍，伊讲看这个是上帝羊羔，上帝替咱准备迄个无满血无瑕疵的羊羔，来做半过节的羊羔。所以讲，你看上帝羊羔，伊就是要来担当世间人的罪。所以耶稣就是替咱掠堪咱的罪，替咱避免上帝迄个严苛的审判的一个记号。所以今仔日咱需要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咱需要？因为照圣经，特别保罗一直用罗马书来甲咱解说耶稣甲咱的关系。咱会通过伊脱离互罪奴役，无法度解决罪问题甲死亡的瑕疵。所以伫罗马书，你若注意甲读，有足侪即种的意思。保罗讲，伊甲罗马教会讲，当恁已经得到逃放，恁无搁做罪恶的奴隶，恁会通脱离罪恶，来做上帝的奴仆，得到果子，直到正圣。如果咱若会通安尼，结局就是永远的活命永活。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总是上帝赏赐咱一个逃生之路。上帝恩典是永远，就是靠主耶稣基督羊羔的保护。所以，今仔咱有完肉体的死，咱有完随着年龄啦、肉体的衰败，咱有完肉体的死，总是这个罪，因为咱是一个罪人，罪对一人入世间，罪死嘛对罪临到，所以罪死偏偏到伫正人。因为咱拢捌犯罪，所以咱肉体拢会死。总是上帝赏赐咱迄个永远的活命。咱若有主耶稣基督，毋是靠我的功德，毋是做我偌侪好事，毋是我有我几个学位，毋是我伫世间互人偌侪尊敬。上帝义无人达得到，敢若会通靠即个记号尔。所以罗马书3章23讲，通世间。包括你甲我伫上帝面前，拢爱受义罪啦。因为对趁律法，无人会得称义伫上帝面前。咱立法院拄好总预算拄好结束，因即个会期结束，因一个会期内底定偌侪律法，迄个法律定踏足多咧。实际上，咱伫无意中是真容易去触法啦。误触法网，你拢毋知影人有规定安尼，有规定安尼。所以迄个要满足迄个律法的义吼，会通讲世间无人做会到，包括立法院遮的人，包括司法官，包括任何遮的人。如果用律法的义来议罪，无人会通道歉，因为律法是互人知影罪。你犯着，你也知影讲，我原来安尼是袂使，原来咱即个重庆南路安尼行过来，伊就要甲你罚钱，你都爱去红绿灯行斑马线。有真侪咱毋知影，总是你嘛去犯着迄个罪。所以伫律法以外，有上帝义已经显明，律法甲先知甲伊做干净。上帝义要安怎满足？上帝义是对信耶稣基督到伫拢总信的人，毋是靠我的功德。毋是靠我有甚物款通好夸口伫上帝面前，互伊来称我做义，是干那靠羊羔的保护，干那靠即个记号尔。所以今仔咱也需要主耶稣基督，因为咱才会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合宜的关系就是伊无看我做罪人，因为正人已经犯罪，所以咱得袂到上帝的眼光。总是上帝为咱安排一个白白恩典。白白称咱做义，对伫基督耶稣的赎回。所以保罗以犹太人的背景，互伊定会去想到因的文化传统，
上帝显然设立耶稣基督做羊羔、做挽回的祭，对立神嘛在伫伊为着咱所流的血，来显明伊家己的义。因为上帝有宽容，无归咎前代的罪。但伫现今的时代，爱显明上帝的义，是靠主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做义。所以今仔日咱伫新约的时代，伫每一届咧守圣餐的时，耶稣就是盘过节迄天，伊受抬羊羔。拄到节的头一日，就是抬盘过节的羊羔的迄一日，学生来问主讲：你爱阮伫什么所在，甲你备办来过盘过节啦？迄个最后晚餐，就是要离开埃及迄个最后的头前。耶稣基督利用迄个最后的晚餐来说明伊的角色，来说明伊今仔日会通带予学生、带予信伊的人什么款的恩典。伊将伊的受难甲盘过节牺牲的羊羔来算，所以因食的时，耶稣今仔日咱毋是犹太人背景文化，可能咱袂直接想到遐。所以耶稣真清楚甲因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旁杯福音，因拢啉。耶稣甲因讲，即个就是我立约的血，是盟约的血，是为着侪人所流出来。总是迄个最后晚餐，今仔日咱继续伫地上咧守最后晚餐，直到上帝新的国度，咱才毋免搁一届来提醒咱守圣餐的意义。咱今年第一季要伫2月26，搁一届来守圣餐。当咱每一届来领受圣餐的时阵，是搁一届来提醒，伫主耶稣基督伊所流的宝血，我甲伊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我靠这就要得到恩典，靠这就要互上帝来接纳我。所以，咱华人的传统就是过年前嘛，都爱大饼扫。除旧布新，除尽旧效，这个也是主要说这个以色列人伫这个要过盘过节以前，因都爱做度假节。哥林多前书，保罗甲这兄弟姊妹甲因提醒讲，迄假会发起来，一点点迄个较歹的思想，有可能将来会变做你的行动，会变做你的这习惯起来。所以，减毋知淡薄雅。如果你用阮一寡上帝无欢喜的这心思意念伫你的心内，会互规身拢发起来。咱中间真侪人家己咧做馒头，咧做遐物件，所以迄假有迄种改变本质，迄种会效力，有会加着除垢清，互恁成做新的神。咱伫咱教会内底，伫讲台观中，咱一直咧互相提醒，咱爱过一个圣洁、清气的生活。因为咱盘过节的羊羔已经抬，就是基督，所以咱今仔日咧守节，毋是用旧的人今仔日咱咧过新年，咧守新年，咧守亲像以色列人的盘过节的时阵，无用歹心恶毒的教。爱用宣传真实的无价饼。今仔咱新的一年，咱毋望咱伫心内也对上帝立志。今仔日过去种种，我会通家拄清楚上帝所无欢喜的这些代志，我要用头前所插的标来跑走。所以当咱咧领受圣餐的时候，搁一届来纪念即只盘过节为咱牺牲。互咱有盟约的血的记号，互咱人领受上帝永远的画面。今年咱也要庆祝教会70周年，70年前的先辈留互咱真好信仰的这传承。望咱教会也成做一个无瑕疵、上帝所欢喜的教会，亲像基督疼教会，上帝疼咱们教会。伊替伊献家己，就是要互教会成圣，是用水
甲水会洗，甲道理来清气。咱今仔咱领受这圣经的真理，伫这个所在咧听讲道，就是问上帝的真理会清气我，然后我会通献互主，最阳光的教会，无点无扰民，迄款的拢无。望咱除了培灵会、来灵修会、庆祝活动以外，上重要就是诚做主耶稣基督圣洁的新娘，是一个圣洁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用这来做咱今仔日新的一年对彼此的一个勉励。咱来读2解好无？这个以弗所的4章20甲24，咱做伙来读。恁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引诱人的私欲得败坏的；佮恁心神换新，穿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以弗所4章22、24，佮一解。恁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引诱人的私欲得败坏的；佮恁心神换新，穿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以弗所4章22、24，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过去的过年的风俗就是穿新衫、穿新衣、戴新帽。要甲一切旧的拢弃杀。主，阮毋是伫外在穿新衫戴新帽就是阮的心灵需要脱去旧的人。阮家己知影有真侪遐旧人的私欲无得到上帝欢喜的，求你亲像伫度假节。互阮会通甲这旧的假，甲伊除掉，互阮有新的心智，就是照阮所读的圣经，会通伫这个所在是上帝你用圣用真理来清气来引带阮的。新的一年，望阮一天比一天，搁较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真多谢张牧师的信息，希望会当正做全新的一年的帮站。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581首，请起立。主耶稣万福本源，困求阿罗听称赞。主使恩惠袂捌停止，我声音是来赞美。内心无路，拢无失停，我
请坐。即时咱要来举行奉献，请叶弘仪执事、宝赛执事来施献。奉献感谢。请坐。这点我来报告哈。今仔日真欢迎大家来参加新春庆社礼拜。特别感谢有志的兄弟，因来吟诗，带咱吟诗学老祖真多谢这有志的献歌队咱大家人鼓掌，甲多谢者。小等下了伫地下室咱有准备地点希望大家互相拜年，交易请安。办公室因为年假1月20到27有年假28才恢复上班，这段时间咱也有需要拍电话来教会咱辛苦的张牧师留守啦定期中执会1月2到后礼拜日第2场礼拜后，咱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有留时间来参加。好会手册咱2月12要举行好会为着要编这个手册，伫1月30日，咱来将各种的资料来交到办公室当灵营儿童主日学伫2月7日到24要伫咱的教会内底来举办。青少契伫1月27、28下晡3点来教会布置场地希望有志的兄弟嘛会使来帮忙。周报核定本咱若收周报的核定本的人将咱所收的周报送来到办公室做伙来核定。手抄圣经有一寡人已经交
还未完成的人，咱来紧紧吼，利用这年假吼，会当紧写好了。啊，咱收是到2月底吼，这止。团契消息，双联团契北中双联部吼，伫2月17、8、5要办一日游，要去叶美糖厂，啊，要看迄个马戏秀吼。啊，报名一个人1050块，哦，请向陈丽丽也是赖经济来报名。大道四行咱家己过目，哦，啊，咱新村哦，往常拢有介绍咱专家啦吼，因为咱昨有团圆啊，有个人去中南部团圆啊，所以今仔无来。但是有咱中南部哦，按海外吼，吼啊，转来台湾的安尼吼，咱团圆。啊，咱请张牧师来甲咱介绍啦，啊，顺续补充吼。啊，这是对我咧客气啦吼。这要安尼，如果你挂口罩，我认不出来吼，请你原谅我啦吼。拜托，有时我原来我较侪会吼，记伫吼有一个名，知影一直爱想足久才想会出来吼。啊，所以那。无法度人马上介绍，请你原谅一下吼。我先代表阮家族，甲大家新年恭喜！大家咧问牧师娘当时会回来，伊2月初4回来到台湾吼，2月初4会回来，多谢大家关心。伊伫美国一切拢真好势，阮感谢大家对阮的疼惜。老实讲伊无伫咧吼，我大家送互我的战备粗粮，我即摆会通食到差不多1月。可能食到清明节去啊！我冰箱无位通冰啦吼！多谢咱大家疼惜吼！昨也真侪人讲毋茫去因兜甲伊团圆，我因为甲有其他的约，所以为了真多谢大家对阮的关心。我先为这边才来开始啦吼！咱用家族的啦吼，若分散坐车就做伙起来。进攻长老的家庭吼，谢老师安雅姐。抑个宜安宜如因有伫遮无？哦，宜如伫楼顶吼，徛起来咱家进攻长老因的家族。好，咱用安雅姐精神足好吼，来逐礼拜拢来伫即个所在吼，真欢喜。好，咱就为遮来迄个进宗长老进攻甲进宗吼，进宗长老因的家族吼，钟凯吼、丽娟、孙咱的名誉长老。欢迎伊，好，咱来欢迎四牧师牧师娘。今仔日真意外，真惊喜，看见刘子虎刘老师老技师，伊即时拢真侪时间拢伫中国咧发展吼，所以咱真久无看到伊啊吼，真欢喜刘老师回来。二顶兄。二顶兄今仔一个真欢喜，搁伫楼顶吼，搁嘉乐博刚甲雷洪姐咱特别欢喜雷洪姐去年安尼身体欠经过真迄个迄个艰苦的过程即摆已经疗程已经拢完成啊吼，真欢喜秋心老师甲妈妈有伫咧无妈。小新老师甲因公主吼仪正吼欢迎，后壁这是各位即个是先来介绍正班长啦吼，班长甲美云姐抑个子轩吼甲阮主立了第1名的宇恒吼甲嘉珍吼欢迎因班长因的家庭吼，是。宝山兄无介绍着，宝山兄是咧老交过，抑个有无？宝山兄永庆因无来啦吼，来欢迎宝山技师吼，来后壁即位又是拜请黄色的，这你会通介绍一下话？你的朋友欢迎谢老师的朋友然后在后面呢，在后面我没有认出来，请问您，为台南过来，请问大名欢迎为台南过来吃，
咱南门教会，我派一寡人落去台南啦，吼，小可交流一下。咱来介绍叶弘一吼，叶弘一医师吼，叶医师欢迎祝贺秀琴姐恁的家族哦，今仔日我真侪人哦，吼，秀琴姐吼，两个公主哦，欢迎恁来，贵县来后面的贵县是。伊拄为加拿大回来尔吼，为托伦多才回来尔，等去加拿大真久，家庭拢伫遐，欢迎。金志金玉范金玉吼，这是贵县的亲人吼，欢迎。邱医师恁的家族真欢喜咱要甲邱医师过一两个月就要嫁查某囝吼，查某囝真。群灵吼，甲伊相当欢喜。后壁药师长老娘还佫有无？嘉欣佳琪在吗？嘉欣佳琪，伊无看到吼。药师长老美容节，各位是盛玉吼，盛玉甲妈妈吼，来欢迎因，欢迎。今仔日恁两位尔，佫有无？欢迎吼，真欢喜后壁。后壁过来，较后壁我看较无真迄个什么右边家，毋知请你博全吼，张博全吗？欢迎博全伊是刘兆宏的好朋友吼，拢咧参加咱的查经班吼，不是外头姐，欢迎你来，欢迎这抑个好，佫较后壁都为后壁遐就佫建甲顺姐。有无？木星兄，即马是咱教会上聚会，吼，抑佫逐礼拜来做礼拜，吼，甲服务遐呢，上聚会安尼，逐礼拜才赶来。咱佫为头前才来，中央长老甲因的家庭，吼，匡瑞，欢迎恁来，江吉淑娘，吼。聪慧甲明哲吼，欢迎。焦美姐，焦美姐今日我几来哦，孙拢来哦吼，江嘉莹吼，甲冠仪吼，安尼到后壁赵正兄夫妇吼，秀玉姐，过来就是顺中兄，顺中兄嘛足久无来礼拜吼，所以欢迎。足久无看到秀玲吼，咱的妇女团结会长。我叫淑芳来，伊拢咧甲咱斗淑芳。减绕交一个吼，尤长老这嘛足钦佩，尤长老尤长老因的家族跟查某囝太太，尤长老因我拢逐礼拜拢若伫台北拢毋捌缺席的啦吼。各个就是桂华姐吼，是毋是桂华姐？桂华姐甲查某囝嘛是90几吼。我发现讲咱教会90几个拢上早来做礼拜。恁若10点半你看10点20看拢90几岁拢坐伫遮，咱实在是足甘心的啦吼。甘太太，咱来欢迎碧兰吼，甘太太欢迎。好郑同兄甲杨老师，后壁就黄医师、莫师娘莫师娘甲查某囝露露，欢迎恁来。好，即摆换这边，过来这我都看不太清了，是嘞，恁介绍一下，家己讲一下好无？欢迎何老师谢谢。好。50岁开始说他要当牧师，所以我同学跟那个谢冠明他们现在就是在温哥华的一个新生命教会的，就是
OK， 好，最边边的陈文良，我们圣歌队的忠实的队员陈文良医师哈，欢迎陈文。老卡我才有老交什么人无？志伦无介绍到，志伦就是咱陈哥哈，陈生昌的迄个公主哈。我为老丁家倒来啊，应秋甲因公主吼，今仔专工陪妈妈来做招待，欢迎。春米姐，甲孙啊，看到你了，欢迎你来，施婷怡啊，欢迎春米姐的家族。好，各位是咱明恩长老，罗长老恁的家族3个壮丁。吼，后壁还佫有吼，还佫有谢康雄吼，甲蔡小姐，咱欢迎因家族吼。旁边这是你的朋友吼，顶边讲为澳洲纽西兰回来吼，是伊边仔的朋友。好来，咱过来换我来佫想一下，是赖世珍，罗长老也伫遐吼，赖世珍，是个我无看到。雅美姐，甲腾旭，甲素梅吼，欢迎你来。顺公，陈春刚吼，顺公兄。我名说是叫陈。我说无啥给歹势，迄个围炉啦，是的，围炉，好，欢迎，过来迄位迄味道，边拢唔敢举头，迄是。我一直咧找你呢，我一个红包要条你妈妈到即阵也无摕到，安尼到即阵哦。徐煌咱欢迎迄个陈，毋是纯啊，你毋是算纯字辈的，陈峰啊，什么峰？玉峰、鲁峰甲鲁迅鲁峰呀，咱欢迎鲁峰啦吼，徐煌欢迎咱生活队员徐煌吼，恒正恁的家族恒正欢迎恒正来，过落去请坐。后面是什么人？我老丁家看无啥有呢。义信李义信爸爸妈妈今日无看。义信很点着，今仔很点着，来，请坐，义信。后面还有吗？阿哥，雅慧，欢迎雅慧的家哈，刘兆宏，赵宏六，赵宏六，刘兆宏，这一边呢，后面还有吗？谁？杨明章，杨明章，欢迎杨明章。严太昌，严太冲遐因夫妇，太冲遐因夫妇，边仔是是周白友贤，欢迎您来，有没有楼上还没有？你差不多啊。撇文姐吼，咱欢迎撇文姐来到家。请这2位，什么人？会通介绍一下看一下？我挂口罩看无？丽娜，跟女儿慧娜。瑞娜，欢迎瑞娜跟女儿哈，张丢贤啦，欢迎有老高无？公欢兄这
公番遐吼，公番遐是咱南门教的活历史啦吼。因为一开始70年前就开始啊吼，啊到即阵公番遐吼，咱要知影教会历史，拢爱甲问，拢爱甲问吼。好，大家新年恭喜啊！咱真感谢服务组今仔日特别为着咱备办一寡茶点啊，咱伫楼骹遐做伙来用茶点，大家搁较熟悉一下。啊，头阵啊，若甲你袂记小可名袂记哩吼。啊，有一点痴呆啊，然后每年都莫搁介绍啊，我看每年搁较惨啊，一年歹啊你。丁牧师吼99分啦，所以明年当搁进步1分安尼吼，咱甲鼓掌鼓励者。好，明年的100分啦。好，咱来吟册签诗435首，第5节、第6节，请起立。吟诗了，请丁牧师来祝祷。春满迷龙我心。救主呀，我心心，因你大行所叫罪，救主和我叫尊敬，救主和我叫尊敬，红巾的大金宝，日日可主变过。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